你？你干什么呀你？英雄哥哥，马尚飞说你是坏蛋，我不相信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就别杀马尚飞了。我爹娘死得早，爷爷也被坏蛋给杀了，就剩我和他无依无靠了。英雄哥哥，你就别杀他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多可怜啊！我知道你喜欢我，那就算是爱屋及乌吧。你就别杀他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小帅，孩子，不求人啊！我现在学功夫了，正好今天我也比划比划。嘿呀！怎么了？马尚飞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血骨头。哎呀，扶我起来！哎呀，这小子下手挺重啊，热身了啊！我刚才没活动开。来，我还会垫穴呢，我来吧，来，哈，嘿，哈，嘿，是不是被我点中了？没反应了，哈哈哈！我呀，咦呦！我不是来找你们的。那就好，那你来找谁？我知道他来找谁，他是来找死的。嘿，我不想上任，别逼我。是谁逼谁呀？你这条未出弦的走狗，都跑到这儿来了，是我逼你还是你逼我？阿姨，狗贼！有我在，休想伤到我师傅一根汗毛。师傅，我上吗？去，就你那三脚猫功夫，少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赶紧带人院走吧。我不走，英雄哥哥，你别伤害花姨，你救过我，我们是朋友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没有朋友。他当然没有朋友，因为他是个冷血的魔头。冬晴，叶红影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门你偏要闯，看招！放开花姨！不要逼我。要杀花姨，先杀了我。我说过，我不想伤害你们。你亲口答应过我，绝不会再踏进醉月楼一步。难道我信错你了吗？我来是有事情要告诉你。满玉佩了，姑娘随便看看吧。真漂亮，要是戴在红影哥哥身上肯定好看。老板，这玉佩多少钱？10两银子。我要了。啊，好。给。啊，好，给你。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。醉月楼，红影哥哥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物归原主。看样子你已经清楚了。没错，风尘双侠是我救走的。你今天把我叫到这里，不会是想要把我当成反贼，抓回去邀功吧？我真想抓你回去邀功，又何必将玉镯归还于你？我不介意你带我来这儿，只为了把玉镯还给我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不是也有话要问我吗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当着神佛的面告诉我，风尘双侠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是我杀的。犯上作乱，危害朝廷，他们死有余辜。死有余辜的人是你，不是他们。住口！这些人危祸天下，我替百姓除害，替天行道。那你告诉我，风尘双侠是如何危害苍生的？3年前，苍中瘟疫，老百姓死伤无数，朝廷不闻不问。是谁慷慨解囊，买了大批药材救治百姓？是风尘双侠。去年，西北诸军叛乱，土匪趁火打劫，老百姓颠沛流离，水深火热，朝廷派人镇压了吗？
没有。是谁挺身而出，拯救百姓、斩杀叛军的？还是风尘双侠？你能说他们这么做是违乱天下吗？你杀了他们，就不怕遭到天下人的痛骂吗？我只知道，与朝廷作对，与皇上作对，就是大逆不道。我杀了他们，是为皇上尽忠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执迷不悟的人是你。我曾亲口在双霞陵前发过誓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，以记他们的忠灵。你杀不了我的，而且你们迟早都会引起官府的怀疑。我保得了你一时，保不了你一世。我劝你还是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让你走就走，别问为什么。我不相信你会真的关心我，你居然也会关心我们黎民百姓的死活。你说的对，除了你之外，别人的死活的确与我无关。你好自为之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替风尘双侠报仇的。那你也听好了，再与反贼为伍，我绝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我们的重逢，为什么竟是兵戎相见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多么希望能再喊你一声红影哥哥。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呀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弄了我一上午了，把我弄成这样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告诉你别乱动，别乱动！你这样乱动，我们怎么给你穿衣服啊？我以前都是伺候别人的，你们现在把我伺候成这样，我真受不了。再说你们把我弄成这样，好玩是吧？是花姨的意思，难道你敢不听？就是嘛。花姨，我说你把我折磨成这样，连我老娘都认不出来了，这以后我还怎么回家呀？对，我就是要让人家认不出你们俩来。你看，我这小宝贝儿啊，换上了女孩子衣服，多好看，多漂亮啊，像个大姑娘似的。哎，马尚飞，你那个猪脑袋给我记清楚了，以后不许叫人月小少爷，改口叫大小姐。为什么呀？你别问为什么，我给你掰开揉碎了解释，你也不懂。你省点心吧，我说怎么叫就怎么叫，照我的话去做，听见了没有？豁出去了，我再努一把。哎呦，花姨，我不想当小姑娘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小宝贝儿，只有打扮成女人，你们才能走出去啊！再说了，做女人有什么不好啊？你们这些男人懂什么呀？行了，美女们，勇敢的走出去吧。花姨，我还是有一事不明，你不是经常说我是最有魄力、最有魅力、最富神奇色彩的龟奴吗？你看你现在把我打扮成这样，跟花姑娘似的，我那些龟奴迷要是知道了，不得跟你急啊！哎呦，这龟奴迷跑了，可以再找回来吗？你这条小命要是丢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我不愿意。
不是酒，是水。我知道你一发疯就要找水洗手。怎么，不爱听了？在我练剑的时候，不希望被人打扰。我知道。原本我以为我很了解你的，甚至以为全天下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我。不过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，对你我根本不了解。尤其是那天在观音庙，看见你和那个姑娘。你跟踪我？我还听到了你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如果你怕我听到，告诉叔叔，你大可杀了我灭口。你在要挟我？要挟？叶红影，虽然我对你不了解，但是你应该清楚，我会怎么对你。你说，我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吗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只希望你对自己好一点。这话我不明白。我看得出来，那个姑娘在你心里的位置很重要。你说过你有个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，那个人就是她，对吗？你没必要知道。女人是很敏感的，你不承认吗？她也是你唯一爱过的女人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你不敢拒绝叔叔，才答应和我成亲。一直以来，你都想做个忠孝两全的人。我成全你。你没必要委屈自己。我没有委屈自己。你已经答应1年之后娶我，我知足了。